社会局为了要照顾我们身心障碍的民众还有老人哦，我们每年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在补助民众购置辅具。那我们希望这些民众使用过的辅具一旦被闲置，它其实可以再提供给更多民众，让他们被使用哦。老人家在家里上需要用助行器或者是四脚拐，可是他们不想要花钱，或者是觉得说花钱有点太过于浪费，所以利用这个2元资源辅具站，我们就会跟他说，这是人家2手的，可是还可以用。那如果你们不嫌弃，就拿去用，反而增加长辈们在居家的安全啊，借由辅具来增加他们更多行动上的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设有辅具资源中心及据点，提供各类辅具免费评估、咨询、维修租借以及2手辅具回收媒合等服务。过去每年服务约48000人次。为了让闲置辅具可以扩大利用，今年社会局扩大推动2手辅具回收计划，成立了38处2手辅具资源站，民众可将不用的辅具交由清洁队回收或辅具资源中心由志工加以清洁、消毒、维修后，再提供需要的民众申请使用，节省民众支出，更可达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在政府呢，每年呢，在支出这个辅具的一个补助上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万。这个那么大的数字里面，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个部分的补助里面，他有买了一些辅具回来的时候呢，补助给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有一个默契？当他不用的时候，是不是回归给我们政府单位？那还有一些是不管是哪里的不再用的，我们透过环保局的协助，还有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这种回收呢，再整理一下，重新再把它赋予新的生命。当有些社区的人临时需要或者紧急需要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买，而且是短期需要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去借用，那增加我们这个辅具的一个被使用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一些便利性。感谢我们在37区的这个里面呢，有38个这个辅具的资源回收站来做协助。那我们期待未来呢，会更多的资源站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因为民众不管是租不好、租不起，或者是租不到等理由，现在政府第3期的包租代管计划阁要开始。16号，都市发展局局长表示，因为台南第2期1200户欢迎日日，执行率达到8%，所以今年中央扩大办理第3期，台南加分配到1600户，希望让民众住得安心，帮助更较侪弱势。同时嘛，保障厝主创造双赢。其中委托一民代贵宾拢到场见证，加委托办理的管理顾问公司共同宣布3期正式启动。租屋的房东以及想租房子的房客中间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桥梁，减少误会，减少认知差距，多了保障，多了一个优惠。那多了保障是我们保证房东能够房子租出去，好，每个月都能固定领到房租，啊，多了优惠是对于经济弱势的人，啊，他们房租会打折，打9折或打8折不等。那另外呢，对于政府以及许许多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来讲，对于这些房东房客的这个和谐相处，那就减少了纠纷，对法院也减少了诉讼。我觉得其实这是创造多赢的局面。那对于包租代管的部分，今年第3年我们增加了1600户。那这1600户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如果说能够提早达成的话，我们会再跟中央争取更多的名额，那来让许多台南市的想租屋客或是想做房东的朋友们
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媒合。你到厝想要出租，只要顺利家里这项计划，经过代管业者每下厝卡成功，政府对来补助每下的费用，也佮有租税优惠，以及每一档1万块的征收。所以嘛，欢迎户下年满20岁，伫台南无厝，年收入99万以下，定条件的经济弱势，若有想要租厝来提出申请，保证安心有保障。台南新闻管及何秋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推广农村社区的体验，串联了5条主要的干线，包括台17、台19、台3线以及市道172、175游艇。游艇当中都有26个农村社区，希望迎上在地美食、产业文化加朴实的感动，和观光客亲日旅游。上午市长黄伟铁加农委会水保局以及农业局长做伙搭上5条路线，并且甲侪民代贵宾共同推荐，邀请全国民众用定型农游券来台南农村好好耍一抓。我们在有很棒，台巴士，很像在闯关的感觉，有没有？有。台19甲，也张市长说的，保证让你不会3条线，台南农村好好玩，掌声鼓励一下。所谓农游5轴线，当然是跟随着农业产业带在山边，在海线分山线跟海线。那当然，我们有台3线啦，也有84线那还有台84还有许多的这个路线都规划得很好，而且最重要是要跟我们产业相结合。那每个线的都有每个点的这个串联在一起，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值得一游的。当然，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农村风光，也有都市风景那但是在台南山跟海、乡村跟都市、南跟北、宗教跟文化、美食跟古迹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来台南旅游参加农游5轴线，我相信一个轴线游个2-3天5轴线正好游个半个月那非常适合你来，而且可以分次来。人讲愈在地就愈国际，记者会现场嘛展出26个社区的特色风味甲软实力相当的丰富，同时透过影片宣传5条干线、29条推荐的游艇，不管是山线或者是海线，拢有无同的风情。欢迎大家好好来体验台南农村的美好。台南新闻管及何秋邦采访报道。为着要响应环保，台南市烘地站已经有1314个站。烘地是传统为着要让长途换找人休困甲挤喙焦留落来的文化。16号上午，台南烘地站的地图正式上线，并透过市长甲贵宾做伙来参与启动的仪式。我们只要不要看一个小小的 APP 这个是凤凰 APP 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里头要去连接的就是说，我们1年用掉10亿个瓶装水，刚刚啉水10亿个，包括饮料的话总共25亿个，25亿多少？1年台湾就用到这么多，我们不要省太多，我是一个瓶装水，我只要省1%，1000万个瓶装的保特瓶，所以那个量已经多少？量可以省下来的减碳的量，可以是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的3.4倍。所以这个很小的动作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事实上是一个全世界一个不一样的价值。环保局呼吁市民朋友，佮有要来台南耍的旅客，为着要互因喙焦的时阵，唔免一定爱买塑胶罐仔的水，还是讲饮料店的饮料。台南市伫真侪所在拢有设置烘地站。今仔开始，只要透过台南市环保局的网站来点选台南烘地地图，就会用找到附近的烘地站，实在非常的方便。很多民众来服务的地方，来接洽公务的时候，我们都去奉个茶。但是有些地方是在外面，我们有个奉茶，在外面。台南市的幅员这么大，不是只有政府机关里面可以奉茶，在外头的时候，事实上民众有时候需要口渴的时候，那如果说刚好这个不厌其烦的这个用个 app， 直接找一下
我们有奉茶地图，都知道附近的地方哪里可以这个有茶水可以用。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于这个奉茶的单位来讲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地球不断地受到迫害，所以大家应该做伙来响应环保，透过正式防地站，希望应予粪扫的量减少，做伙努力来维护咱的地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根据健保资料库显示，台湾洗肾人口年年增长，109年来到9万4千人，健保费用花了562亿，原因大部分与民众用药及听信偏方有关。因此，台南市卫生局为教导民众判断健康讯息的真伪，特别选在偏乡卫生所开设健康识能班，教导长辈辨识健康讯息的真伪。我们大概是从临床的实际的一些数字，然后从我们的疾病的发生的状况，然后健保使用的资源的状况，然后让长辈们去了解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资源的使用。我们有比较多的长辈，他可能是不认识字，或者是说他其实不一定会用手机，不会用网络，可是呢，他可能会看电视或者是听电台。那我们可以让他从这里面呢去学习，他去哪里寻求资源，然后万一他听到了电台说的这个健康食品或者是药品到底是不是安全，他可以借由这一个讯息告诉他的家人，请家人帮他查，或者是由医疗人员或者是卫生所的工作人员，那让不认识的长者他可以善用资源去获得健康的讯息。课程中邀请讲师、护理师透过简报结合时事相关的讯息，教导民众如何判断与查证。课程活泼互动，长辈们都觉得收获满满。年纪较大的社会上的迄个种种的代志进步的，阮拢无法度去了解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所有这个课阮长照中心摆的这个课拢真好啦，对阮这个长者，大家拢有真大的帮助，有增加迄个作者迄个知识，安尼感觉足好的。会中卫教师也教导长辈几个健康讯息的查证网站，包括国民健康署健康99网站有辟谣专区、健保快易通和中央健保署的医材比价网等，欢迎民众上网查询。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台南市立安南病院自成立以来，发挥区域性的紧急医疗救护的责任，不时甲时间咧抢性命。伫今年6月，一名护林人因为突然间中风，骑车来弄到伤，结果造成创伤性的主动脉断裂、甲横膈膜破裂、合并器官来衰位，甲严重的面骨受伤。伫经过急诊的紧急处理，马上启动创伤小组来介入。先会诊心脏血管外科加胸腔外科，以救命为优先。这个患者因为这个主动脉断裂的情况属于第3级非常的紧急几乎快要破裂，因此我们紧急帮他做了一个主动脉的支架的修补。然后另外因为横膈膜也破了一些脏器都跑到胸腔去影响病人的呼吸。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紧急做了一个横膈膜的修补。那病人在回到加护病房稳定之后呢，发现他的这个意识状况其实并不太好。后来再次复查他的断层扫描，发现他其实脑部也有发生一个中风的情况。那因此我们推断说，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因为病人在这个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中风的情况，而导致他失去意识，然后高速的自撞，而导致这样的一个悲剧。
那这个意外基本上，我们在考量了他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采取了这个药物治疗以及后续的复健。那等到他的病情稳定之后呢，大概在1周多后哈，我们帮他安排了这个颜面骨折的重建。好，当做完这个复杂的重建之后呢，病人在一些咬合的部分有得到了恢复。好，那后续我们就安排了他做这个复健的治疗。创伤性的主动脉断裂，基本上80%的患者在事故现场会死亡，那剩下的2成患者到医院，最后能够出院的也只有6成哈，因为大部分高速撞击下的患者，他不会只有主动脉断裂，他要合并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些，包括脑出血、脏器出血，还有各式各样的胸腔的出血，都会导致病人死亡。好，所以实际上我们最后算起来，发生了这个创伤性的这个主动脉断裂的患者，其实只有12%的人最后可以活着出院啊。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9死1生的病。在经过主动脉支架的修补加横膈膜修补的手术以后，等待生命稳定加颜面的消肿，搁在做颜面的重建。经过前后6科医护人员的抢救，蔡女士才成功救回生命。但因为中风后续阁需要一段真长的时间来做复健。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后十字韧带是膝关节韧带上粗用的，主要的功能是控制胫骨加膝关节活动度来维持稳定。一般的长期拢会先靠传统的药物加复健治疗，但如果无改善，才会来做重建的手术。不过伫个手术后拄开始，嘛必须要使用膝关节支架，将脚头骨固定伫个垂直的状况，一直等到韧带稳定，才来增加弯翘的角度，并且进行渐进式的复健。现在有一种智慧型的膝关节支架，透过支架顶面的感测器，就会用伫个厝内家己来做复健。这位患者就是后十字韧带断裂了哈，合并这个外侧的副韧带群的一些断裂的情况哈，所以说我们的手术就是一并把多条的韧带做一个重建的手术。那手术完之后的复健其实也相当重要。好，那这个病患最后使用的这种是智慧型的膝支架。好，那它里面除了有这个角度的一些限制哈，维持一些它的一些承重或者是行走方面的一些提供一些稳定度之外它里面还有增设一些内建的 APP， 好，包括一些复健的一些疗程哈，可以它免于说它可以在这个医院跟诊所的这个复健这个治疗中间要奔波劳顿这样子。因为当时有医生问我说，有需要每天就到医院回来复健吗？还是就是穿这个支架？然后那时候就选择说穿支架，就是至少在家里面我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那不需要，因为我可能从家里面到医院需要花半个小时，那我可以省下这个来回通勤的时间。那还有就是在复健室候诊的时间，那其实在家里面就是做复健，那搭配它 App 里面有一些动作的指导，其实我是觉得成效也是蛮不错的。对，至少说我可以知道说我的动作有没有做错，那影片的部分也可以重复的观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感测器它也会侦测说你的动作有没有做错。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如果脚可能歪掉或是可能角度不对它那个 app 就会提醒你，然后叫你可能修正你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省下很多时间啦。医师甲患者表示，有这套智慧型的膝关节支架，配合 app 的教学，不但操作简单，而且嘛容易来上手。而 app 的记录，嘛会当将进度回馈给医疗团队，提供后疫情阶段居家复健的新选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社会的高龄化，有真侪老人的相关镜头嘛，渐渐去互重视。其中高龄失智的案例，伫生活中就常常咧看到。新台神经部的行为神经科主任白明奇，嘛长期一直伫咧失智症的领域来做研究甲探讨，并伫咧2008年提出3动2高预防失智的口号。9月是全球阿兹海默月，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月，好好来跟大家宣导失智症的正确概念。那么失智症预防比治疗还要重要。那么我跟大家介绍3动2高预防失智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行为。所谓3动2高，就是头脑要动、休闲活动、有氧运动、
高度学习跟高抗氧化。我想这5件事情大家好好去做，一定对失智症的防治非常有的帮忙。另外，失智症中心嘛甲台南5大博物馆来合作，并推出社交处方签 Liha Pass， 让高智人士会用透过欣赏艺术来刺激头脑，同时佫会用互因行出户外运动，嘛会当互因加和人互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头壳痛或者是偏头痛是袂少人的困扰。临床上大部分发生伫20到45岁之间，而且女性较侪。如果初期无治疗，大约有2%会演变成慢性。慢性有可能一听就几啊点钟，或者是几啊天。健保署对今年3月核准一种与钙基因相关的生态拮抗剂来治疗慢性的偏头痛。不过，健保的给付也是有条件的限制。GRP 我们叫做异钙素相关基因生态，那这个大概是就是偏头痛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传导物质。那你把这个物质抑制住，理论上它70%-80%的头痛大概就可以被抑制下来。那当然是偏头痛了哈。那目前这个药大概健保可以核准是在第一个就是慢性偏头痛。那慢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头痛超过3个月。那其中里面头痛有15天，那8天是属于偏头痛这种正波动型的。那第二个就是说，病人要吃药物超过3种以上，效果临床疗效都不好，那才能够申请。那申请我们是希望病人能够做头痛日记的记录，那个记录就有一个制式的格式，让病人只要填上去就可以。但是你没有记录，大概用讲的，大概健保不容易通过。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头痛严重的病人。那真的是你一直吃药，止痛药医不医，很多止痛药都一直效果不好，那疼痛的次数越来越多，那或者是频率很严重，那痛起来生活品质很差的，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可以来找专门的医生，那我们可以评估，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帮你申请健保的给付，那可以每个月省掉你1-2万块的一个支出，应该也算还不错。那治疗上就是病人自己也要规则化的运动。食物作息那个都要规律性，越规律就越不会发作了。基比医学中心以去年总共12位接受这种药物自费治疗，家己感觉有改善的有7成，而且以头壳痛的程度上悬9分，平均下降到4.72分。因为这种的针剂并无俗，现在健保有条件的给付，对慢性偏头痛的患者嘛是一种的福音。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现代人长期使用电脑以及手机的习惯，让渐进酸痛的人愈来愈多。基于病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表示，现代人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长期使用3C 产品姿势不良，容易造成肩颈部酸痛。建议会当用中医兼顾治疗。现代人呢，因为长期生活比较紧张，压力大，再加上长期使用3C 产品、低头滑手机等等，都很容易造成肩颈部的压力，以及肩颈部的发炎。发炎久了之后呢，就会产生粘连，这时候气血组织不通呢，就会造成酸痛的现象。那这时候我们会呼吁民众呢，可以透过针灸的方式。那如果针灸的方式还是没办法缓解呢，就可以利用小针刀的方式，再加上搭配内服的舒筋活络的中药，这样子呢，对于酸痛的缓解会有很好的效果。针对治疗肩颈部酸痛，现在也有小扁针这种结合中医针灸以及西医手术的治疗方式。小针刀跟一般针灸不同的方面呢，小针刀它的操作时间短，操作快速，它的针不用留在病人身上。那在操作过小针刀之后呢，最好可以服用我们医院特制的消肿退黄的药液包，效果会更好。但是小扁针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参照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生，也则是灵活功能不全等民众，也是需要医生评估后，才来进行小扁针的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